须根据护照条例相关的规定。那通常很多调护照来办申请护照，大概都是遗失护照。那遗失护照这个是不成立的，所以他必须要用更一个合理的理由去申请护照。那本来我了解应该是比较多，那因为这个是要刑事报案，所以刑事报案很多人就没有做刑事报案，最后是有19个人完成刑事报案，那来办理护照的有18个人，那所以我们是发现他们的文件都齐备，然后手续也都完备，也都有检察机关的刑事报案单，所以我们就根据我们的护照条例的规定，就发给18个人的护照，到目前为止是18本护照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多花一点钱买旅行不便险。我个人曾经在因为公务出国，结果发现呢，因为有天候的关系，我就一天不能飞，就衍生的旅馆费，它当然不是全部赔我，我了解回来他赔了我6000块台币，虽然不能完全支付，但是不无小补，所以我这边提醒所有国人出去务必要买旅行不便险，包括像以前呢，像大阪发生的这个水灾的事情，如果因为天候的因素，你耽误了你的行程，保险公司都会赔你的。谢谢各位。